着找求主第一节，着找求主来拍开美好的前途显真光。着爱慕，着思想，啥物比真金较宝贵？是非较好歹会分辨，愁苦快乐有时阵。智慧的源头踮伫通达的心灵。第二，着找求趁时阵上好的道路主内面，着专心，着认真，啥物比宝玉较美好？凊彩甲用心有差别，虚空满足看功夫。智慧的光照出伫热情的心灵。第三，着追求，着感谢，阳光的望真确实。着尊荣，着敬拜，啥物比得胜较意爱？世俗甲俗天着分别，暂时永远看清楚。智慧的选择出在清醒的心灵。第四，着追求，着承受，国度的托付真价值，着陪伴，着献上，啥物比救人较伟大？三顿分量总会竞争，现实基督差真济。智慧的投资出伫敏捷的心灵。